美图固然的不得了的，现在那边没办喏。美图山我家了，复印店，美图山，复印美图固的，复印身份证，没报你美图固的，没报你也报嘛，干老闹家了，帮在那边那考的，过数或者。数封路了好吧嘞，过数路东来都拿来嘞，数封路东来路现在都拿来吧嘞，阿拉木里东比了嘞，没帮你个股个老路呀吧嘞，请帮我复印一下身份证，谢谢，请帮我复印一下身份证，谢谢，请帮我这就比了复印一下。美图估比吧，把我来水呢，身份证所在地没报你我喏，没报你我美图估比吧，路标片那个咯，谢谢，这就买的，这就变都变来的我喏，阿么好不那都没有我喏啊，没报你个浪费吧路标件，请帮我过塑一下身份证，谢谢，请帮我过塑一下身份证，谢谢。这都比了，没报你隔离两天了吧？没报你隔离两位吧？了标了呀。他们后来那都没有啊，老板告诉一下身份证，俺们没来等你啊，哇，多搞个喏。老板告诉一下身份证，老板他也告诉一下隔两位吧？喏，跑来说那身份证没报你不？没报你也报，不拉这个记牢哪里？俺标了喏。